宣调，上帝啊，你的主爱怎样遐宝贝啊？世间人秘伫你的翅骨的顶下，你毋要因为你的厝的好物得到饱足，你也要互因淋你的快乐的雨水，因为活命的泉源在你遐，伫你的光，我要看见光。愿你常常是仁爱互捌你的人，常常用你的公义是互心来敬地的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平安。很开心我们在春年过年一起来敬拜神，邀请您在座位上站立起来，这样就跟我们左右邻居说，很开心跟你一起来敬拜神，很开心跟你一起来敬拜神。带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上帝。那我们一起来用这首诗歌来敬拜赞美神，我们的神。哈利路亚。阿们。相互在你面前，开我心眼，使我看见你感恩的心，领受生命活水，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，何等恩典！你既然在乎我，何等恩典！你宝血为我流，何等恩典！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，我的罪必充满赞美，一真诚的心相互在你面前，开我心眼，使我看见你感恩的心，领受生命活水，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，何等恩典！你既然在乎我，何等恩典！你宝血为我流，何等恩典！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，我的罪必充满赞美。你夺去我所有枷锁，你夺去我所有重担，你夺去我所有伤悲，你的名背得所有颂赞，你夺去我所有枷锁，你夺去我所有重担，你夺去我所有伤悲，你的名背得所有颂赞，何等恩典！你既然在乎我，何等恩典！你宝血为我流，何等恩典！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，我的罪
必充满赞美。何等恩典，你既然在乎我，何等恩典，你宝血为我流，何等恩典，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，我的罪必充满赞美。何等恩典，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，我的罪必充满赞美。感谢主，我们用掌声把荣耀归给我们的天父。阿们。这是何等的恩典！你已经挪去我们所有的枷锁，挪去我们所有的重担，挪去我们的伤悲。我们要用我们的嘴来赞美你，来感谢我们的神。感谢主，这是你对我的听，这是主你的听。我最宝贝，唔捌放下我，予我永远踮你面前，唔免搁着惊。我的心有伤痛会，又怎搁惊呀？这困白当打我袂扛伫你的领，主你听我最宝贝，唔捌放下我，予我永远踮你面前，唔免搁着惊。主你的领，透放我的心。安慰我，无论死也活，坎坷也开阔，绝无啥物会通定山。主你的顶，引带我的路，保护我，对答到永远，坚持无变化，绝无啥物会当拆山。主你的顶。我的心有伤痛会，又怎搁惊遐？这困白当打我袂扛伫你的领，主你听我最宝贝，唔捌放下我，予我永远踮你面前。免搁着惊，主你的领，透放我的心，安慰我，无论死也活，坎坷也开阔，绝无啥物会当拆山。主你的顶，引带我的路，保护我，对答到永远。坚持无变化，绝无啥物会当定山。主你的听，主你的听，透放我的心，安慰我。无论死也活，坎坷也开阔，绝无啥物会当定山。主你的听，引带我的路，保护我，对答到永远，坚持无变化，绝无啥物会当拆山。主你的听，对答到永远，坚持无变化，绝
煞无啥物会当听线，主你会听。感谢主，有你伫的，我都袂摇喘；有你伫的，我都袂惊吓，因为我知影你一直甲我共伫地，引带我头前的道路。你是我永远的倚靠，你是我永远的望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做伙来献上对主的祈祷，对主的感谢，咱做伙来祈祷，请。哈利路亚！感谢阮的主啊，感谢了主你的名，主你保守看顾阮，对年头甲年尾，主你拢大大来保守着阮，阮的一生，阮的一切，阮的生活拢有主的同在。主啊，阮真感谢你，阮来到主你的面前，献上阮的感谢。阮来将阮的兄弟姊妹完全交代主你的手中，主你要大大来保守看顾阮，阮的一切拢伫主你所看顾的顶面。而了主你的性命，将一切完全交代主你的手中，变成阮的祈祷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亲爱的天父，忧伤痛悔的心，你必不轻看。你靠近伤心的人，拯救灵魂痛悔的人。当我向你呼求的时候，你就从天上来垂听我的祷告。你说，当将我们的事交托给耶和华，倚靠他，他就必要成全。因此，我们只要坦然无惧来到他的面前，来到他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我们随时的帮助。谢谢主，我要倚靠你的慈爱，倚靠你的救恩，以欢乐的嘴唇来赞美你。你知道我最深的意念，你明了我内里的一切，但你从不定罪，满有怜悯和恩惠，温柔的光照亮我心扉。我最想你过往的作为，我思念你同在的容颜，我的心可想你如干旱之地把雨。神啊，求你留心听。父啊，我向你呼求，医治我里面的破碎。当我的心发昏，令我更高之地，使我高过四面的土地。我要依靠你的慈爱，要因你的救恩快乐，容我到你圣所，赞扬你荣耀能力，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。知道我最深的意念，你明了我内里的一切，但你从不定罪，满有怜悯和恩惠，温柔的光照亮我心扉。我最想你过往的作为，我思念你同在的容颜，我
我的心可向你如干旱之地爬雨。神啊，求你留心听，呼啊，我向你呼求，医治我里面的破碎。当我的心发昏，令我登更高之地，使我高过四面的错地。我要依靠你的慈爱，要因你的救恩快乐。容我到你圣所，赞扬你荣耀能力，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。呼啊，我向你呼求，医治我里面的破碎。当我的心发昏，令我登更高之地，使我高过四面的错地。我要依靠你的慈爱，要因你的救恩快乐。容我到你圣所，赞扬你荣耀能力，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。我要依靠你的慈爱，要因你的救恩快乐。容我到你圣所，赞扬你荣耀能力，以最纯的嘴唇赞美你。容我到你圣所，赞扬你荣耀能力，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。感谢主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，使我的灵魂苏醒。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。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你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我们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，我们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。我们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谢谢主，我们一生一世都有你的恩惠，都有你的慈爱同在。我们要一生一世都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也把今天的聚会从头到末了都交在主的恩手中，求主的圣灵与我们同在，求主亲自来保守看顾顾惜我们。我们献上满满的感谢，上祷告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弟兄姐妹请坐。咱即时搁来吟一首的圣诗，圣诗246首，圣诗246首。上帝疼痛赢过一切，上帝疼痛赢过一切，天顶欢喜降落地。求你徛阮微微心内，显出你极大仁爱。
救主，你是慈悲怜悯，你的疼无限纯真，将你的救恩即时降临，进入阮惊吓的心，咱做伙起立来敬全首。咱但先出声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比拉多林内受苦，定十字架死，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，打坐伫全能上帝大边，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公堂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是咱犹原徛咧，咱三甲来祈祷。全能主爱阿爸天父，阮感谢你保守阮过去一礼拜的假期，互阮会当甲厝内人三甲组织、三甲团圆、三甲分享主你的疼。阮知阮家己的软弱，感谢你用你的保护洗清阮的罪，赎回阮的性命。你的疼痛永远无离开阮。求主你，互阮伫新的一年，会当搁较亲近你，较无主你的话，搁较用火热的心来敬拜你，互阮有一个健康的信仰的生活。求主你，互阮伫服侍的时阵，会当彼此包容，无批评，无埋怨，用积极甲学乐的言语来同心服侍，互阮会当学习主的款式，传互遐毋捌你的人，将你的疼分享出去。互阮教会所规划逐项事工，会当成做即个社区的祝福。
将你的名传扬出去，食做正人的恩典。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成就伫阮逐人的生命当中。因为所有的冠冕、荣光拢是归伫主。阮的祈祷、感谢，拢是奉靠主的圣名求。阿门。请坐。这是咱来看来共读考验文伫信息后壁面。考验文13篇，考验文13篇是记载伫诗篇51篇。现着我来考，请咱来应。上帝啊，照你的慈爱怜悯我，将我的罪恶一尽洗除，因为我家己知我的过失。我所犯的就是得罪你尔。伫到你讲话时，显明做义。我是伫罪恶中生的。你所听的是神来诚实。求你用牛舌草洗我，求你洗我，求你予我话听见欢喜快乐的声。求你安你的面无看我的罪。上帝啊，求你予我做清气的心。我就将你的道路指示有过失的人。上帝啊，你是救我的上帝。主啊，求你开我的喙唇。因为你无爱祭物，若爱我就要献。上帝所爱的就是忧伤的神。这是咱来读一位圣经，是记载伫创世纪29章。创世纪29章，咱要对16节看到35节。现着我来读16节。拉班有2个查某囝，大个叫利亚，细个名叫拉结。利亚目睭较输，拉结生做好看。雅各听拉结就讲：我愿为着你的细查某囝拉结，甲你做工7年。拉班讲：将伊嫁互你，看也互别人，你甲我断。20节。雅各就为着拉结，为伊做工7年，因为深疼伊，看做骨力日。雅各对拉班讲：日期已经满，求你将我的某互我通甲伊同房。拉班自己迄所在的证人办应声请因到验。拉班就将伊的查某囝利亚送来互伊。雅各就甲伊同房。拉班将伊的女婢识拍，互伊的查某囝利亚做女婢。25节，到天光，一下看见是利亚，就对拉班讲：你甲我做的是啥物？我甲你做工，敢毋是为着拉结吗？你啥事骗我？拉班讲：袂过大的大生过细，伫阮遮无人安尼做。你甲即个着满7日，我就要将迄个也嫁互你。你为着伊，阁甲我做工7年。28节，雅各就照安尼行，甲即个满7日，伊就将伊的查某囝拉嫁互伊做某。拉班将伊的女婢撇落，互伊的查某囝拉嫁做女婢。雅各也甲拉结同房，阁听拉结赢过利亚，就阁甲拉班做工7年。31节，耶和华看利亚无得宠，就互伊怀孕，独独拉结无。利亚怀孕生囝，就甲伊号名流便，因为讲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，打我的丈夫要疼我。33节，伊阁怀孕生囝，讲耶和华听见我无得宠，
所以佫互我即个囝就甲伊号名西缅，佫怀孕生囝讲，我甲我的丈夫生3个囝，伊要甲我结连，名叫利比。35节，佫怀孕生囝讲，即个我要俄勒耶和华，所以叫伊的名犹大，就停无佫生。圣经读到遮，愿上帝赐福听通伊话的人。咱即时要邀请小安牧师来分享，伊的题目是“人无听，上帝听”。大家平安。人无听，上帝听；人无要用你，上帝拣选你。人看你根本就袂做工职，总是上帝大大使用你，予你来荣耀伊。人看你真正是看轻，总是上帝却要予你尊贵。当雅各伊骗伊大兄诶大囝的名分了后，伊的大兄要杀伊，伊就开始逃走。走到伫黑暗的所在，要逃靠伊的阿舅拉班。拉班伊有2个查某囝，后来即2个查某囝拢成做伊的附近人，成做伊的太太。圣经伫迄个中间讲，当伊逃靠伊的阿舅了后，伫遐有住1个月，1个月日的时间，伫遐住1个月，咱看会出伊是一个真够做工的人。所以伊阿舅甲伊讲。虽然你是我的亲情，总是你袂当白白做工，所以我欢喜互你工钱。你要爱啥物？伊讲，伊看一个圣经咧写讲，拉班2个查某囝，迄个大汉的叫做利亚，细汉的叫做拉结。利亚伊的目睭较疏，到底迄个目睭较疏是安怎？是无神以外，还是个人生了真歹？圣经无描写，总讲一句就是伊无吸引力，无吸引伊，总是拉结生做真好看。安尼换一句话讲，雅各一个看见拉结，伊就一见钟情。所以雅各疼拉结，伊就讲：我愿意为着你的查某囝，甲拉结做你的工7年。我相信这7年毋是雅各伊家己定的，绝对是拉班伫迄个所在甲伊要求。你都要为我做工7年，你才会当得到我的查某囝。所以这等于是伊的骗金啊！所以伫拉班安尼讲我将伊交互你，当然是较好啊。咱是亲情，毋若安尼，即个人佫足好做工的，生正佫袂歹，人才佫袂歹。当然我嫁互你，我将我的查某囝嫁互你佫较好。但是佫较好的所在伫啥物所在？就是伊真有心机，伊已经咧想，既然伊要爱拉结。我先刷都爱甲利亚嫁互伊，所以雅各就为着拉结甲伊做工7年，因为深疼伊，看见即几日7年，亲像几若日，只有几日若点。当伫即节的圣经节的中间，我爱咱用信仰的角度、属灵的角度来看即节的圣经节。当你看到即节的圣经节的时，倒来到伫你的信仰的中间，咱讲你的服侍。当你甲即个服侍对上帝来。也是教会选你做中级信徒，已经捌即个信仰。当你咧行即个信仰对上帝来的时，当你咧行信仰的道路，你爱追求，你爱领受，是毋是你伫逐工拢咧安尼做的时，你会看见讲每一工，这拢是我最重要的。我看即个时间，只不过是我应该做，一日也就过去。也是伫我服侍一个人，若真正伫服侍的中间，伊甲即个服侍对上帝来。然后，伊甲即个服侍看做伊甲上帝的相约，看到真重要的事，就是爱付出代价。伊伫服侍10年、20年，伫教会中间所咧做无人咧做的代志，伊悠然甘愿安尼去做。我教会有一个青年，大树教会有一个青年28岁，迄个时阵，头一年我打去，无偌久就开始伫遐组织，要做小组。伊伫山顶的中间，我是想讲，伊青年人要爱伊就青年。总是无拍算的，伊的老爸、伊的家庭信仰拢无介好，甚至厝边隔壁迄个山顶，伫迄个佛光山的对面隔壁迄粒山，规个拢是因熟识的亲人，因爸爸所招来，拢是一寡遐熟识50-60岁的长辈。伫即个小组的中间，其中当然
一半以上拢是未信者。其中特别有一个，我捌甲咱分享过，伊是伫庙林专门咧写毛笔的。伊对信仰，伊根本都无兴趣。你甲伊传福音，伊也无兴趣。是因为咱拢好朋友，你甲我招，我要来看看。所以当然伫小组打开始的是讲，恁上帝安怎？后来开始伫小组的中间听阮分享，伊慢慢有体会到，伊知影伫祈祷的中间，阮甲祝福的中间，伊会感觉有一寡无共款的所在。当然，迄是伊家己的体会。有一天，伊去山顶，因为因拢种荔枝。所以，伫迄个搁较悬的山顶，拄伫迄个信义高尔夫球场，因的后壁路入面就是信义高尔夫球场。迄个较歪迄个所在的时，因为无清气，所以忽然伫黄昏的较暗时的时，伊去顺黄昏去顺到暗时的时，伊煞去互垃圾的卡着迄个性命，卡伫伊的身躯。已经半暝啊，伊就敲电话互阮的青年，阮的青年随时拼去山顶甲伊祈祷，伊就伫迄个所在得到医治。所以，伊就开始会晓开始倚靠上帝，伊性命开始改变。伫迄个时阵，将近9年前的代志，迄个时阵抑阁常常有风台会落大雨。伫山顶也真侪雨水出入真无方便，所以若落大雨、风台的时，阮的小组就无活动，差不多逐组拢停啊，拢无活动。有一天风台过，但是抑阁咧落雨，我就甲伊讲上敢要停？伊讲我无爱停，28岁呢，我无爱停，因为讲我看到遐个未信者，因伫咧追求的中间咧进步，因拢安尼咧讲，我今仔去聚会说，我咧等后礼拜较袂紧到，伊讲我哪会使停？当你伫侍奉的中间，你甲你咧服侍的中间，你的目睭看见的是遐个灵魂真要紧，你真正。会甲你迄个付出的代价，你拢感觉不要紧。伊是一个咧搭烟架的人，伊转来拢足忝的。特别你知影，当然风台天无啦，但是伫普通时有一天足热，忽然暗时咧落大雨的时，转来已经足晚。我讲因暗有风台啊，顶下雨一直咧迄落，你搁打转来尔。伊有讲无输，我还袂到你先来。因为我大概聚会拢会去，伊若较慢转来，伊会讲叫我先甲带。我讲你敢无想要停嘛？伊讲牧师，我毋甘因的灵魂，28岁尔，我毋甘因的灵魂。因聚会了，因就咧等后礼拜可袂得紧来，我哪会使停？虽然落雨，无风台，有落雨，迄阴暗，逐个人拢出席。所以雅各讲，伊爱啦个看7冬，亲像几日。那徛伫属灵的顶面。我看上帝的事工，我看当遐的灵魂的时，我爱遮的人，我所付出的代价，无论我辛苦，拢无要紧。雅各看爱拉结，所以伊看见伊咧做遮的工过7年，只不过是几日那点。当迄个日子7年已经到的时，伊就甲伊的丈人拉班要求讲：今仔日你就将我所爱的某拉结互我。我永暗就要甲伊同房，所以拉班伊组织伫伊的城市，伫因所有的城市，所有的人伫迄个所在来参加即个宴席，参加因的婚礼。报人知，今仔日我有嫁查某囝，但是拉班已经伫迄个所在嫁话。伫当时的社会，囡仔的婚姻拢是家庭咧设计，所以伊袂当做主，特别利亚伫因兜，迄个地位是较输。所以伊拢差不多，若讲起来，应该都爱有自卑，应该伊心就真艰苦，应该就是伊拢毋敢讲话，伊拢足消极的。但是老爸甲我设计，迄阴暗就甲我，迄日结婚的时，就甲我塞去伫迄个婚姻的中间的时，伊一定会惊吓。伊毋是光明正大要争做人的某，伊是硬去用逼去的，毋是伊家己决定的。若真正去用个知要怎样，你爱知影迄种的心情是真艰苦。我相信大家嘛是真艰苦啦，明明是我要嫁去，甲我的阿姐塞去，应该嘛是真艰苦。毋过今仔日利亚伊所拄着迄个挑战会搁较大，规日拢毋敢讲话，对结婚对开始要结婚迄天透早出来，伊搭一个被啊拢无掀开，搁伫迄个时阵无电话，所以暗时到，因已经有夫妻的关系。
雅各也阁毋知影伊是啥，有可能利亚规暝拢无讲话，所以伊毋知影这是利亚。圣经写讲，第二日天光，当雅各看见这个某毋是拉结是迄个利亚的时，伊非常的生气。拉班是安怎安尼欺骗伊？当然，今仔日咱无要讲拉结，迄个拉班伊是一个鬼气的人，总是咱会使小可仔提醒，因为雅各伊是一个歹款待人的人。伊是一个欺骗人的人，所以上帝借着拉班是来要调整伊的性命。在咱的生活中间，你常常会看见，你安怎对待人，你就要安怎修行。我相信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真理。当你安尼歹款待人的时，你所修行的是照你安尼做互人的加倍。我对一个人有疼心，我修行的疼会更较济。我对一个人用心机，我所用的手段。虽然无随发生，总是一段时间了后，迄个回报是你所付出的加倍。这是我伫牧会中间，我看太济。所以伊讲，伊就伫遐，上帝借着拉班，将利亚伫迄个所在，甲伊嫁出去。甚至伊用理由，伊讲伫阮即个社区的中间，大汉的若无娶无嫁，细汉的哪会当嫁？所以伊讲好，恁爱拉结，我一定会互你娶。但是你阁爱为着我做工7年，我是看即个的理由，即个7年是拉班家己定，甲你要求的骗金就对了。所以伊犹原伊7日后，伊就得到2个某，2个伫7日的中间，伊得到2个某。所以真紧，伊真正就得到即个伊所爱的太太，伊也甲伊同房。圣经写讲。当31节讲，当因2个拢有甲雅各有夫妻关系时，总是只有利亚怀孕，但是拉结拢无。伫即个所在，咱犹原要阁提醒一项：上帝知影你心内所想，你所体会，你所拄着的代志，伊万项事拢知。所以圣经写讲，上帝就怜悯伊。上帝是掌权的上帝，你咧拄着即种的境遇的中间，上帝就将你的需要，伫迄个中间，伫人面的中间来甲你补足。特别伫当时，人拢对伫生囝，查某人对伫生囝来咧得到身份，甲伊的价值性。所以咱看见利亚伊得到，伊甲迄个雅各夫妻关系了后。伊随时就得到一个囝叫做流便，所以利亚伊是安怎？上帝有赏赐伊，咱伫迄个拉结的中间，咱拢无提起伊。当然，伊的角色也未真清楚。看会到的，伫圣经看会到的，就是伊甲丈夫霸占掉咧。啊，毋然安尼，就是伊会抱怨啊，迄个比雅各安尼伫迄个所在，伫迄个所在甲伊要求，较霸占伊的丈夫。但是利亚，伊。伫即个所在，咱会当看见，伊是一个有信仰的人。伊讲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，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，所以伊就赏赐我一个囝。头一个囝流便号名讲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，意思就是我所信的上帝知影我所拄着的代志，伊大大来回应我的听。伊想讲伊的生囝要来得到做父亲人的地位，所以伊讲今仔日我的丈夫要听我。但是咱看见应该是无听伊，所以伫33节的时，阁无偌久，伊就阁得到怀孕。伊讲，甲迄个囝号做西面。伊讲耶和华听见我得痛。头一个是上帝看见，第二个是耶和华听见。安尼就是伊是一直咧祈祷，主啊，你改变我的丈夫，我的丈夫会听我，互阮会阁较相听，会阁较亲密。伊一直有即个期待。总是咱看见，当伊生真紧阁生第3个囝的时，当即个名甲号做利未，伊意思讲，我既然甲我的丈夫生3个囝，我的丈夫一定会甲我结连。伊伫迄个中间，伊有一个真大的期待。上帝毋若看见起头是甲讲上帝有看见，伊继续祈祷的时，上帝有听见。上帝听我的祈祷，上帝即摆阁赏赐我一个囝，我生3个囝，我的丈夫应该会甲我真好的关系吧。
这个结连是咧讲感情，伫感情的中间，因会搁较亲密。所以咱会当看见，伊对生头一个囝，到生第三个囝，其实因为丈夫拢无听伊，伊的心还搁真艰苦。到伫第四个，30个才讲，伊搁怀孕生囝。迄个时阵，伊会讲已经无共款。伊讲我要学了耶和华，头仔拢咧讲甲丈夫的关系。既然丈夫要安怎对待我，迄拢不要紧啊。伊即马甲目睭转到伫耶和华上帝的面前，所以伊伫迄个所在，伊就开始充满了学了，充满了感谢。今仔日咱的主题经节伫即个所在，咱要看见，伫世间的中间真侪时阵，人拢无要听咱，无听。我一个会友，后来伊来信主，伊是一个知识分子。伊伫细汉的时，伊的老母就互伊，互一个姊妹，即个姊妹是基女。当即个姊妹基女是伊头一个老母，伊家己生伊的老母，即个是伊的养母变第二个老母。总是即个基女后来，伊就去到伫日本上班，因为真无用，伊阁嫁互伊阿姐，伊的阿姐嘛是基女，所以伊互两个基女饲大汉。虽然到伫日本，伊照讲会有真好的生活，但是伫基女的迄个名声的下面，伊其实实在是过了真无好势。毋过伊有得到真好的教育，后来伫马街伫迄个所在做职员，伫迄个所在来上班。伊对人看拢是负面的，总是伫一个机会，伊来到伫教会，搬转来到伫南部，来到伫教会时，我邀请伊来读读书会时，慢慢伊得到信仰。有一天，伊甲我讲，伊讲过去我拢无老爸，总是我感谢主，我即马有一个天父，我已经有老爸啊，伊的性命准无共款，伊所有的迄个。对伫，互两个基女老母带大汉，生母伫倒位毋知。迄个时阵，伊规个人的性命充满了感恩。所以人无听，上帝听。伫生活的中间，伫教会的中间，即种的例，咱真正是看足济。人看见上帝伫人软弱的中间，用遐个无路用的，人感觉看你真含慢，无路用，无要用你的。所以上帝伊用摩西，摩西是一个大智的人，伊喙安尼顿顿大智，总是上帝竟然领导，互伊成做一个领导者，带以色列百姓百外万人离开埃及，进入到伫旷野的所在。咱看见迄个撒该是个人怨的人，伊伫迄个生菜树的中间，耶稣甲伊讲。虽然真侪人看到伊、瞥想伊，总是上帝讲，耶稣讲，我今仔日要来到伫恁兜。耶稣到伫迄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人，迄个井边的所在，四周围的人拢咧批评伊、论断伊，伊毋敢当面甲人相指接，所以伊就透中道出来抢水。耶稣调过伊迄个时间，到伫迄个中间，甲伊讲，我要互你活水。性命的改变，人看你无起，上帝就要用你。人看我无路用，无法度读神学，无法度做传道，无法度讲道，总是上帝有缘欢喜竞选我。上帝伊所咧做的代志，所咧竞选的，甲咱拢无共款。总是我要讲的，伫即节的圣经节，较重点的，毋是大家有水啊无，也是利亚是真歹。重点毋是有水甲无水，重点是利亚敬畏上帝。咱看见，虽然伫世间的中间，有真侪人条件足好，伊读博士，伊读真侪，伊的地位也真悬。总是安怎，因拢无互上帝重用，无做真好的工，无伫生活的中间，无受到上帝的照顾。因为这的人条件真好，包括大家共款，是用家己的美貌伫迄个所在来咧找伊家己的地位。但是利亚无共款。因为我家己含慢，我都会晓倚靠上帝，这就是我的心态啊。我今仔日行到伫今仔日的中间，我常常拢会感觉讲，我爱感谢主，因为我过去遮尔含慢，上帝佮用我不能不依靠他啦。我若亲像我的同学，因拢遮敖，
因拢足够计划，拄着啥物代志，我要安尼做，我要安尼做，因拢足有能力的，总是遐，拢比我较早无快。重点是因条件太好诶，因家己有一套，伫我诶面前嘛教我一套，但是我逢教我抑阁袂晓，我只好就点点啊挖靠主。所以我为着我诶含慢感谢主，因为我含慢，所以我会挖靠上帝。重点就是敬畏主。所以水毋是上帝无爱敬，你有真好诶能力条件，毋是上帝无爱敬，乃是因为因无敬畏主。总是当因敬畏主诶时，就是条件真好，嘛是受上帝重用啊。咱扫罗真做保罗，伊条件敢毋是真好，伊嘛受上帝用啊，将来嘛互上帝用啊。所以咱看见上帝拣选人看无起诶，上帝拣选遐个犯罪诶人，包括大卫、加甘霖，上帝嘛是大大重用伊。人遐个感觉无路用、看无起诶，人无要拣选伊诶，上帝拣选伊。所以伫即站诶圣经节，咱真正看见人无听，上帝听伊。上帝拣选世间看做戆诶人，来互伊有智慧，互起来有智慧诶人，真做见效。因为我靠上帝就无共款，你无我靠上帝，搁较敖也逐项拢空空。上帝拣选世间诶软弱诶，来系勇壮诶见效，无毋对。伫我最近咧看一寡见证诶影片诶中间，我去看见迄个伫迄个1919年的迄个王仪牧师，就是中国大陆迄个秋雨教会王仪牧师。啊，伊受了，甲因的教会有几来教会受了。伫迄个受了的中间，我真感动的，就是当因受了的时，迄个主要的原因，就是咱知影伊是一个小教会，就是本来是地下教会，人足少，10几个，慢慢一直传，因真拍拼传福音，一直传到200-300个。政府伫迄个所在，甲伊要求，就是爱有三自教会啦。三自教会就是讲。爱甲毛泽东的迄个像，搁两边爱用迄个中国大陆的国旗伫教会的中间。伊感觉讲教会就是教会，我无爱参加三自教会，我感觉讲安尼侮辱上帝，所以伊要保持伊家己的迄个家庭教会。总是家庭教会一直传福音，传到300几个，伊安尼互政府用迄种无雅食的迄个理由伫迄个所在就甲伊掠起来。迄根本拢毋是犯罪啦，但是伊就用迄足无雅食的问题，讲你就是拄着遮个代志，所以要甲你掠起来。伫伊要掠起来的时，伊甲伊的太太讲我有可能受判7年到9年，到今已经7年啊，伊阁有2年吼，到尾甲判9年。伊讲你就当作，伊就用雅各即个圣经在讲，你就当作我去非洲宣教。你靠着上帝，我即摆会毋知影关7年还是9年，但是你爱亲像雅各，因为我到伫加甲的中间，我要进入到伫迄个所在去宣教。已经受了，伊阁到伫里面，迄个内面要宣教，所以你就甲7年还是9年，当作只有几日那点，去体会着为着上帝的原因，你来看做。只有几日那点，伫迄个秋雨教会，毋但干那牧师受了，伫迄个时阵，因为人要掠牧师，有足侪人拢来反抗，所以遐个反抗的人有真侪人嘛受掠去。迄个有诶关15日，有诶关3个月，有诶关4个月。所以当因要入去的时出来，后来因拢一直讲一句话，伊讲我若无入去。遐个就听袂到福音，因虽然受了，因嘛受到足歹款待。你敢若遐个新闻一天过来点钟，遐个咧新闻伊个咧人咧换，因遐受了，因就无换。伊敢若听得动的，就动3-4点钟，伊动袂掉。但是因伫遐犹原用感谢的心，伊讲我若无来，我要安怎传福音互遮个百姓？你知影无？迄个眼光伫倒位？我若是因，我咧想讲，我动袂掉。总是安怎？因已经受了，因阁讲我爱感谢主。我若无入来，我哪有机会？因为甲伊关做伙遐个犯人，
伊一个一个拢传福音互伊，甚至遐个警察过来后来，因为即个牧师甲一寡信徒掠去的时，因的教会若无停止继续咧聚会，警察去遐坐的时，因搁做见证互警察听。啊，咱知影中国大陆因是一个迄种洗脑是无神论的嘛，所以有真侪人洗脑洗到有够深，因真正无法度了解，叫你毋通信耶稣，我着偷放你，恁搁坚持，伊无法度了解。我叫你毋通传福音，啥物你要搁传福音？伊真正无法度了解甲上帝的关系，但是这基督徒体会会到，伊会眼讲只有囥伫上帝遐，伊无囥伫伊的受苦，伊无囥伫伊受虐。伊要囥伫我为主做工是安怎安尼？伊若敢若伫遐抱怨的是，伊会过到足痛苦。总是当伊目睭上帝的时，伊的眼光拢无共款。伊讲我若无入去，我当时会安尼传福音。这是伫这9年、这7年所发生的代志。总是伫个较早，伫迄个毛泽东迄个时阵，有一批的基督徒受掠去关伫监狱的中间。因每一工只有一片迄个吐司那点，因既然受掠，总是伫遐基督徒的中间，因就开始伫迄个所在，有的会晓背圣经，有的会晓背诗歌，所以因就伫迄个所在，逐工拢有敬拜。等无迄个顾家的人伫遐的时，因暗暗伫迄个所在聚会，甚至因带遐个无信主的犯人，慢慢伫迄个所在来咧聚会。特别当然，因拢基督徒大家拢做伙，有一寡基督徒较软弱。一个只有一片面包那点，因逐工聚会就是，你会记得这条诗歌，伊就教，大家拢开始去背。我把这个圣经节，我就背，三甲分享。伫迄内底有一寡人破病，身躯慢慢衰弱，袂堪得安尼受。虽然因坚持因的信仰，但是犹原衰烂。关伫监狱的人，轮流7%奉献，因为食一片面包无法度，这个用状的，伫第10日的中间，伊就摕一片面包，互这个软弱的加食一片，明仔载换迄个加送一块面包，一片，互医生，互因会当来提供。迄内底有一寡软弱的人，因为着福音受掠，因目睭无看世间，无看着家己的受苦，因看见的是上帝。请世间人拯救灵魂，我要安怎来救赎？我要安怎来帮助者的？为着上帝，当咱的目睭若定睛伫上帝来看上帝为你所做，亲像利亚伊目睭转向上帝时，就充满了喜乐。当你倚靠上帝，你祈祷上帝，你有经历着这个最的神迹奇事的时，你的喜乐会哪济？你就搁哪会晓倚靠上帝？当然，咱的性命、咱的信仰就会搁较深入。这是伫你欢喜，甲你的目睭专心看上帝的时，伫生命的经历的中间，一直咧进步。虽然利亚人毋听伊，无听伊，到尾伊的丈夫敢若嘛拢无听伊，连听都无。圣经写讲失听就是连听都拢无。上帝拢迄个因一寡人，因兜的人，包括伊的小妹，拢无甲伊看到眼内，总是伊想讲。上帝听我就好，啊，这就是我真的心情。细汉戆戆，少年戆戆，人想讲我读册读无，我做牧师是要安怎做，讲道是要安怎。若听到遐个话，人咧讥笑我真正是会艰苦心呢。毋过，当我一直倚靠主到这个时，我拢感觉无重要的，因为看见上帝稳定，看见上帝随时的帮衬，这是你生命的爱经验啦。你敢若安尼行来教会做礼拜吼，体会袂到。是真正你会晓倚靠，伫逐项代志大小事倚靠的时，你就会体会到你安怎倚靠主，上帝一件一件，你甲你帮衬，会哪来哪好。我就是安尼体会的时，所以今仔日人若搁咧讥笑我，也是无影遮的话黑白讲的时，我拢感觉这已经不要紧啦。今仔日对我来讲是安尼，无有啥物大伤害，有啦，有时是看人灵魂拄着跋倒，我会艰苦心。其他才会伤害我，加减可能有哪会一寡艰苦心，但是已经毋遮严重。我若想着讲上帝听我，有真济我拢无感觉哦。人也咧讲啥，我拢无表情。我有上帝啊，上帝听我就好。有即种的日子，咱毋莫过啦。是安怎无要热心倚靠上帝，啊，甲逐工小可代志都安尼遮尔啊敏感痛苦。你若专心归向伫上帝时，你拢会超越。
迄个归向上帝时，你看这边遮的犯人，你敢知影遮的迄个王仪牧师，因迄个秋雨教会信徒，后来有一寡会友吼，连去菜市仔买菜吼，甲迄个菜店吼传福音俩，迄个菜店的人去甲伊密告，伊嘛互掠去关。所以人要互掠去关的时，因拢会讲一句话。咱当时要互掠去关，拢毋知。正开始爱背圣经在，因为伫感觉的内底无圣经，无诗歌，咱爱开始背诗歌，咱开始爱敬拜，咱开始爱背圣经在，去内底大家分享。你背约翰福音，你背马太福音，大家拢开始伫迄个所在，因已经专心伫上帝内底。掠传福音足要紧，伊已经毋是无甲迄个艰苦看做啥，因已经会超越。当咱若目睭专心伫上帝时，咱的信仰袂干那安尼那定啦。所以咱爱学习大小事拢倚靠上帝。有啦，四周围的代志加减会影响咱，但是毋通甲看迄做好，甲死活有关系。那安尼，你的人生会行了拢无力。所以我常常爱甲咱的信徒讲，既然你今仔日会来教会做礼拜，知影即个福音，你毋通浪费倚靠上帝。你毋通浪费甲目睭好好啊来看上帝，来倚靠伊，互伊来带你引带行人生的道路。你欢喜倚靠的时，你就会经历到，你就会体会到，你就会看见恩典哪来哪济。所以你阿看见上帝小事伊惊伊，虽然丈夫无听伊，但是伫当时的社会中间，伊已经得到尊荣，伊得到尊荣啊！我若有上帝就好啊！我毋免甲丈夫拼遐我有囝疼我有上帝就好啊！我的丈夫要安怎？我做我该做的，我好好对待伊，剩的拢交互主。我毋免互伊的生命各种态度来影响我，我专心来归向主。所以这种的心情，这个受关感的心情，我有家己佫无共款的体会。伫顶个月有一个公司。迄个公司的主任是基督徒，邀请我去因公司，甲我排11个要互因祈祷，其中排9个，迄是其中的一个部门。因为迄个部门其中有一个人迄天无来上班，因另外一个同事讲：“你是伊的好朋友呢，你敢去甲看？”结果去，迄个本身就是基督徒，伊毋敢家己去，伊就叫因的牧师甲伊去。去到迄个无来上班的同事因兜的时，较知影讲，伊上吊到死。你知影伫因共一个单位，伊佫是甲伊有关系足好的朋友，迄种的情绪的发展是偌艰苦。所以伫迄种一礼拜久，因逐个拢伫遐咧，迄个心情，逐个拢足低落啊，足恐惧的。连伫因的办公室迄个所在入面的时，因拢感觉伊的影子伫遐有迄种。有几个迷信者，我较严重的生活，我祈祷因出来，我当然爱协谈啦。我甚至有要甲伊做内在医治，但是头仔拢用的时间足长的。后来迷信者，因咧讲的拢讲，办公室我毋敢入去，因感觉办公室因拢毋敢入去。迄天我规日落来，咱是有会的人，我是好看头尔，70几岁的人，对会知影。关心协谈，一直甲因讲话时，到迄下晡转来厝6点，我对坐捷运我爱坐50分钟，然后我倒爱搁搬3号到阮兜搁行路。我一个坐捷运尔，我毋是爱困，我头壳目睭拢头脑拢足清楚，但是我规个拢无体力，我规个拢晕到伫迄个捷运，我坐上边仔遐搁有一个迄个防腐的迄个板子，我就准摕伫遐，我坐袂顶。规个人拢透支，但是我欢喜甘愿。我甲遐迷信者，我遐基督徒，我甲因讲，我讲你爱转来倚靠主。两个较严重的，我讲你爱倚靠主。剩的拢迷信者，我讲恁有反对信仰无？我开始一个一个甲因传福音。我有声讲啊无声，我到尾拢声拢讲袂出来。一个茶对头食了，伊一个茶足大个，我一个了我就啉一大喙，一个了啉大喙。煞了，因阁有安排辅导师甲因辅导，辅导师讲因一定爱6堂啦，所以嘛真忝。这个主任阁叫我讲，
是毋是我会当搁去？我欢喜去啊！我真忝，我欢喜去。我嘛毋知影，我即摆要安怎办zan即摆拜三个，较严重的拜三个，要互我来办zan伊。有可能我着爱做，迄个释放。我要安怎都无去，我当时要传福音。当我的目睭若看甲上帝关系，我实在是迄天拢已经透支啊！我连行路，我对3号对总迄个 7-11要行到离阮兜，我行袂到，我有够忝的。迄日7点就一直困，倒到门床就爬袂起来，直到过日会早起。毋过即摆伊阁叫我欢喜阁去，因为我的心放伫上帝遐，我是伫上帝的恩典，亲像利亚。人看我无效无路用，上帝阁拣选我，我无瓦靠，我就无法度牧会，我就无法度讲道，我伫瓦靠伊的中间一步一步行到伫今仔日。我是靠上帝的恩典行到伫今仔日，还阁咧做工，我哪会袂当体会上帝的心？所以虽然足忝，主任讲你敢会当过来？因虽然叫辅导师讲爱6摆，但是也无6摆，较1摆尔，伊就讲你敢会当来？即摆敢若3个较严重的，就是一直拢甲伊有好的关系，佮去直到因兜的遐来，遐已经拢挡袂掉。我能不去吗？我很愿意去，但是我老实讲，我到今要安怎侍奉，我毋知。我只好逐工咧，敢若会当祈祷，上帝为着救因，你一定爱互我智慧。我到今也无，我已经祈祷要1礼拜啊，我到今抑阁毋知影要安怎办zan伊。当然啊，就是甲因祈祷祝福啊。但是我咧讲，我毋知影是要较适当的方法啦。我毋知影，当然应该安怎做是安怎做，但是迄个较应该安怎做，我也毋知。总是今仔日有那透早就去行。我甲上帝讲，我用马太福音第10章19节讲，我毋知影要安怎讲。上帝，我靠你，为着因的灵魂，为着因得到头棒，虽然伊是基督徒，求你伫迄天的中间施教，想使我所着讲的话。我用马太第10章19节所祈祷的，毋是我偌伟大，是因为我得到上帝恩典。人看我无去，上帝却用我，我阁感觉上帝重用我。我今仔日得到这个恩典，我敢袂当专心来看上帝吗？这是我的体验。所以我一概阁勉励咱，今仔日恁坐到伫这个所在的时，敢干那要做一个来来去去的基督徒？既然有遮好的上帝，逐项天顶属灵的福气要互咱，迄是诗篇迄个以弗所第1章第30讲的。上帝要将天顶各种属灵的福气赐互咱，咱较会无爱去倚靠伊，要干那安尼来做基督徒咧，做一个好好来倚靠上帝的基督徒，互你的性命来经历着伊最最恩典满满溃烂，互你来跑走人生的道路。敢毋是足幸福吗？那我要即个幸福啊！因为真正倚靠主的是太幸福的、太快乐的，毋是无苦难，但是伫苦难的中间看见伊的恩典的时，你就得到安慰，得到透放。你看到恩典，佮上帝手扶持的时，你的懊恼就无煞，就亲像利亚。所以，伫最后有缘呼吁咱，这是白白的恩典。毋通放弃，无去用，好好啊！倚靠主，我相信伫今年的中间，伫过来的人生，恁的信仰道路要无共款，包括你生活的中间，也要充满了上帝的祝福。三个来祈祷。主，阮知影你听世间人，你已经将各种的恩典赐福互阮。你虽然互阮有家己的选择，总是阮若选择敬畏主的时，主你对阮的拣选。祝福祝福，就超过阮所求所想的。阮伫主的面前，我将遮的正兄弟姊妹摆咧互你，因既然欢喜伫遮来敬畏主，来信仰你，主啊，就互因的信仰活出真实的生命，定根伫主你的地基的顶面，因认捌主，因倚靠主，大小主。看见上帝你的作为，来体验到上帝你的大权能，互因的信心，因为安尼加添，互因的生活万项事拢有助你束缚
会记好伫人的面前来见证你，嘛会当伫你的教会因的信仰的表现，也互主你得到欢喜。所以主，我将这正兄弟姊妹摆咧伫你的手中，我安尼宣告讲：因拢欢喜来倚靠你，因拢欢喜来敬畏你。伫因的家庭，伫因的事业，伫因各方面的生活，拢有主你稳定的祝福，满满。伫今年，今仔日比昨个较进步，今年比旧年搁较好势，搁较荣耀主。我相信这个好事要成就伫这个教会中间。安尼祈祷祝福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咱即时搁来吟一首回应诗，信诗455首，信诗455首。上帝极疼有罪的人，上帝极疼有罪的人，体贴咱人艰苦，稳定慈悲拯救，疼痛欢喜白白予人，疼痛奇妙疼痛，疼我是主上帝，伊做救主临到世间，为我定十字架，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即是我来报告，请咱献归咱手中的周报。汀州聚会主日礼拜有50人，现金是2370块；主日二有10个人，现金是190块。拜一甲拜三的拜一妇女团契、甲拜三基督会、甲拜六的青少年团契拢暂停。拜六的少年团契聚会是7个人。下主日的事工分配，讲道是李敬谦牧师，司会是郑梦圆执事，司琴是柯有娇长老，当地是李敏秀执事甲麦雅慧执事，敬拜是第一组，电主琴是黄恩婷姐妹，主日二是第一组，导播甲音控是黄家乐甲麦雪茹，电脑
投影的护士是李玉家技师，招待是杨丽春姊妹甲陈玉英姊妹，交通组是刘主委长老甲谢安南兄弟。下周周间事工的分配，拜一妇女团契主理是郭春素姊妹，地点是伫教会1楼。拜三基督会敬拜是郭东梅长老。代祷的家庭要为着洪水英兄弟的家庭来代祷。拜四中级的探访家庭要伫罗金车姊妹的家庭，轮值探访是轮到郭东梅长老甲麦雅慧技师。拜六青少年团契的聚会暂停。拜六少年团契主理是刘主委长老，信息第一首。圣经是记载伫创世纪3章第1节到第7节。题目是始祖互引诱。本周的经句是记载伫历代志上4章第10节。咱台语的甲华语的做伙来念一遍。台语的，我必须求以色列的上帝讲：愿你真实赐福去互我，开阔我的境界。愿你的手常常甲我伫地，保庇我无拄着患难，互我无得忧闷。上帝就收束伊所求的。华语，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上帝说：甚愿你赐福于我，扩张我的界限，你的手常与我同在，保佑我不遭患难，不受艰苦。上帝就应允他所求的。教会消息：下主日3月1号是本会一年一度的会员大会。礼拜的时间要提早到早起4个9点20，要提早到早起4个9点20来开始，要来接纳2025年完成的事工，甲2025年的决算，搁要来审查2026年预定的事工，甲2026年的预算。请兄弟注意礼拜的时间，礼拜了后嘛要伫1楼举行爱餐，请兄弟爱会记早家己的碗箸。爱餐服侍的人员是由妇女团契来准备，愿上帝赐福因的服侍。互会员的名单是根据2026年第1届小会第2案的议决。公布伫1楼的公布栏，请咱家己自行来看。若有疑问的，请黄台语长老、黄定修长老来做更正。第2点，本会伫2月8号召开和会改选，潘家群团队做咱本会第7任的牧师。开票的结果出席总共59人，得票59票，全票通过，当选为做本会牧师。第3点，妇女团契灵修营活动日期是伫2月27号拜五，时间是早起的8点到下晡5点，地点要伫咱教会的副堂1楼的副堂。讲师要邀请小安牧师，费用的话是免费来参加，毋过需要报名以便准备参点。报名到今主日截止，请咱李敏秀，若要参加的请敏秀会长来做报名，邀请姊妹踊跃来报名参加。第4点，高雄中会伫2026年有举行读经运动的计划，要举行手操、艺术贴记、甲尼希米记到艺术垃圾。对即日开始报名到2月26日截止。报名的费用是每人200块，又包含写的一本册。请团队部的林宏俊长老来做报名。第5点，下主日的正道讲师是李正谦牧师，圣经是哥林多后书8章1节到9节，题目是彼此分享的教会。后壁代祷的事工，请咱照每日的项目为以下的代志来守望代祷。特别提名为着病痛的、为着年长的、为着心灵甲生活来特别来提名代祷。下骹则佫有顶礼拜，佫有顶礼拜以及新春礼拜的奉献名册。若有登记错误的，请
会计里面想即事来做经济。即是我来报告金主理的奉献。礼拜现金有48人，现金是3160箍，约定现金一个人1500箍，感恩现金一个人1000箍，节期的现金一个人3000箍。为着建堂有4个人，现金是16500箍。为着妇女团契来奉献有5个人，现金是4500箍。为着双联团契有1个人，现金是1000箍。奉献的总价是27500箍。即是请咱做伙起立来敬奉献诗。咱请陈市长来做补充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拄则咱的师傅吼，已经有报告咱头一项吼，就是真重要吼。所以我直接佮咱补充，佮咱提醒一下吼，就是咱后礼拜咱要来召开一年一度的定期好会吼。会记得哦，咱的礼拜的时间是9:20吼，9:20吼。咱拢会当准时踊跃来参加即个好会。最主要要召开即个好会，就是要咱的教会，以及咱各团契，咱的各机构吼，要来甲咱报告。咱伫去年，就是过去的一年中间，咱所完成的事工，所完成的决算吼，阁有就是要甲咱报告咱今年度新的事工。甲咱新的预算，所以咱就爱拢来接纳通过吼。伫后礼拜，咱要来召开好会，咱9:20吼。咱礼拜三，咱嘛有要做伙伫咱的教会1楼，咱三甲要来用餐吼。所以直接甲咱拜托后礼拜吼，咱所有的会员，咱拢会当来踊跃出席，咱下遮所有的聚会吼。我直接。真简单，佮甲咱补充报告以上。即是咱来吟上吟508首，508首，天下万邦万国万民，天下万国万邦万民，敬拜上帝，爸囝圣神，俄勒三位一体上帝，尊名流传直到万世。请咱起立吟全首。主耶稣基督的恩惠，上帝的疼痛，圣神的感动，甲恁三甲伫地。咱大家若掠敬畏上帝，做你信仰的态度，就上帝要将天顶逐种上帝的福气赐福予你，伫你的人生的中间，一日一日的力上加力，福上加福，足大大祝福伫你的身上，因为对你出世迄个时阵，到永世代。即种的祝福，拢要赐福你，所以上帝要赐福伫恁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